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unny，好耐冇見啦。咁就喺馬年咧，首先咧就恭祝大家咧新年快樂啦，馬到功成。咁咧我都好耐冇拍片啦，差唔多有成接近年幾兩年就冇拍過片啦。咁其實咧我都仲喺英國嘅而家，咁喺呢段時間。咁其實喺呢段嘅年幾兩年嘅呢段時間咧，咁啊做咗啲咩咧？咁啊包括係又搬咗新屋啦，咁所以咧大家都見到啦，咁周圍呢個環境咧都有啲唔同啦。咁亦都喺呢兩年嘅途中咧，亦都轉過即係無數嘅工啦。咁啊由上次見到我係做緊都係做翻本行 media 嘅工作。跟住當中咧就有啲事情發生啦，跟住又轉翻，又要再重新揾工啦，因為始終英國經濟都唔好啦。咁啊，當中又做過又有喺 warehouse 做過執貨啊，做 online picker 啊，超市一啲執貨啊，亦都有做過唔同嘅可能網上面嘅一啲嘅 media 嘅工作啦，咁亦都有做，亦都有接過一啲 freelance 啦。咁而家亦都比較相對穩定啦，就做一啲customer service 嘅工作嘅。咁整體上面都融合到我嘅生活啦模式咧，因為佢其實嗰份工其實都係舒服嘅，咁亦都係可以俾我接觸到唔同嘅人啊，可以多啲機會去用英語交流啊，因為始終係 customer service 嘅工作啊嘛，咁亦都見有好多唔同嘅客戶啊等等，所以都俾我好大機會可以喺當中融入成個英國嘅環境啊、工作環境啊、上司啊、客戶啊等等等等等，咁都俾我好大嘅機會咧，可以即係 train 到我自己。即係點樣同呢個英國嘅社會、英國嘅人可以交往啦。咁當中亦都有啲中國人喺裏面，咁所以互相可以 balance 得翻啦。喺而家嗰份工作，咁而且最大嘅開心位就係可以有個 work-life balance 啦。因為咧，其實佢個工作嘅時間啦，同埋放假嘅時間其實都係平衡得好完全 balance 晒嘅。咁我可以有一段時間就攞嚟翻工啦，有一段時間咧就可以攞嚟做翻自己嘢啊，或者係而家嚟緊我講將會嘅好嘅消息啦。咁除咗工作之外咧，其實喺呢年幾兩年或者近乎三年咧，咁我都做緊一個 project 啦，就係關於一套咧劇情嘅長片嚟嘅。咁呢個其實咧我都身為一個媒體人啊，或者係之前亦都做過電視啊、電影嘅工作啦。咁其實個夢想咧都係想拍一部電影咧，可以喺大銀幕嗰度放映嘅。咁咧其實喺我嚟到英國之後咧，其實大概半年左右咧，我已經籌備緊。其實咧喺度籌備緊一套戲，就講關於即係移英港人嘅劇情嘅故仔嘅。某程度係我哋一家嘅經歷啦，然後融入我當其時嘅一啲嘅無論係困擾啊、對前路啊，或者對英國呢方面嘅社會所面對嘅困難啊等等，或者甚至乎係對香港嘅一啲嘅思念啊，都放咗喺我即係呢套戲嘅裏面。咁呢部戲咧就將會用嗰個愛情片手法去表達呢個故仔嘅。咁亦都好開心啦！咁亦都啱啱咧，成部戲亦都經過呢兩年，所以我呢兩年都冇時間去拍片就係咁解，因為我都要喺當中拍完啦，已經其實拍完㗎啦。咁做咗長時間做後期啦，因為其實做拍電影咧，拍完之後咧，仲要攞啲素材又去剪接啊、做音樂啊等等，就花咗好多時間心機喺嗰套戲嗰度。咁套戲個名咧就叫做《離開的我們》，咁英文片名就叫 The Distant Retreat。咁呢套戲咧，咁亦都好開心啦，順便就帶嚟一個好消息，就係將會喺美國嘅 Belaru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咧嗰度上映㗎，咁進行咧世界首映。咁終於都叫做身為電影人啦，都可以叫完成咗自己一個心願、一個夢想，就係可以咧拍到一部戲，可以上映得到，而且可以將我哋香港呢個移民呢個古仔咧，可以帶到去唔同嘅地方啦。咁咧，我而家就諗住睇下我部戲即係賣幾錢先。
有80部嘅獨立電影啦。咁睇下佢哋有咩戲喺裏邊先。都有好多唔同國家，不過大部分都係美國嘅。有印度啊，應該有啲中東啦，呢啲咩？好多都係美國戲。已經有個日本喎，日本導演可能拍西藏，都有好多國際性嘅題材啦。先，好部戲啊！離開的我們 The Distant Retrieve，directed by Sunny。呀，我個名啊！喺星期四3月26號7點半喺 Hampton Art Centre。呢張我張海報啦。成人就$12，學生就$7。呢個嘅故事大綱啦。Hong Kong and UK，yes。呢個就係導演嘅簡介咯，個嘜頭啦。呢堆就係即係部戲嘅資料啦，即係攝影啊、producer 語言啊。咁呢位就係兩個主角啦，Yo-Yo Chen 同埋 Roger 啦。其實真係冇諗過可以去到影展啊，因為其實呢部戲只不過用咗好少錢，我自己自資出嚟啦。咁亦都器材好簡單，演員亦都相當少，拍攝嘅團隊好少啦。咁所以能夠可以去到影展咧，或者係去到外國嘅影展，我其實已經非常之開心㗎啦。咁樣，咁亦都可以亦都完成咗一個夢想啦，即係可以拍到一部劇情長片可以上映得到。呢一次嘅世界首映我就未必可以去得到啦。不過為表咧，即係做一個留念啦，亦都即係對自己嘅支持咧，咁咧我就咧決定自己買翻一張咧做留念嘅。好confirm，yes 搞掂，有啦，買咗，你睇下，佢即刻寄咗個 email 啊，係 e-ticket 嚟嘅，see e-tickets The Distant Retrieve e-ticket 撳入去。咁亦都希望咧，離開的我們咧可以繼續去唔同嘅影展啦，或者可以做唔同嘅放映。咁可以喺唔同嘅特別喺英國咧，因為始終呢套戲係講關於英國嘅我哋嘅移民啦。咁都希望可以嚟緊可以繼續去唔同嘅地方放映啊，或者去到影展嗰度咧，可以同唔同嘅觀眾交流，或者係唔同嘅世界各地嘅影展咧放映嘅，我哋希望。咁今日呢條片咧就嚟到呢度啦。咁咧多謝收睇啦，咁希望繼續點讚啦、share 啦同分享嘅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